过来是训练的园中国小，邀请到专业的爬树的教练，利用锁啊甲相关的器具，互特别毕业的6年的学生，用无同款的方式来体验到爬树的趣味。除了训练小朋友的勇气甲体力，嘛互小朋友学到唔惊困难的精神。不会这样。不要让。 虽然这囡仔拢是头一摆爬树啊，不过伫老师的指导下，大家拢慢慢啊爬去树啊顶。 还蛮好玩的，现在做这个动作好，没有力气。因规日农村时代，囡仔真爱爬树啊，因为随着时代愈来愈进步，又搁考虑到安全甲树啊有较少，所以讲这款的画面是愈来愈罕见啊。园中国小就专工邀请专业的爬树啊教练，利用锁甲相关的技师，和这囡仔去体验。哦，有些人很喜欢运动，可是他爬树不一定很 OK 哦，因为他身体的协调性并不是。那所以爬树也可以让他了解身体的一些律动跟这样处理事情的一个步骤。机会让学生就是说走到户外哈。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攀树这种体验课程，对学生他们在技能方面哈非常有帮助。 另外，这款用技师来爬树的方式，正确来讲应该叫攀树，比空手爬树啊这款的方式更较安全以外，更加好囡仔会使专心伫咧骹甲手的协调上，袂因为惊悬到受伤。